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礼拜要开始，请有揸到手机的，请关机，咱安静心来做礼拜。
全地就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这是咱的吟圣诗120首，上帝全能实在奥妙，请起立，咱来吟全首。这时，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上帝的奥秘是要我们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基督就是我们一切的答案。他是在他里面蕴藏着一切的智慧和知识。一旦离开了基督，就没有真正的答案。我们既然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与人生的主宰，就应当坚信不疑，遵从他的教导与榜样，继续被他建造，得以成长，得以坚固，心存谦卑，对他满怀的感恩。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的工作，因他要叫我们得着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神允许我们信靠耶和华、依靠耶和华的人有福了。这样的人像一棵栽在水边的树，根扎入水中，不怕炎热，不怕干旱，绿叶如茵，不断结果。我们的主啊，恳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恳求你照着你的话改变阮，互阮会当得到你的欢喜。恳求你，互阮将你的话藏伫阮的心内，成做阮生活的力量。这是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一成，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你安尼赦免阮的辜负，亲像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着咱遗弃，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如果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都尽。阿门。
来体验文第35篇啊，箴言第10篇，我来客，大家来用。我的囝儿，若听老爸教示，要专心学习才会明白。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互恁。唔通放下我的教导。我嘛捌做老爸囝，是老母上疼的孤儿。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牢我的话，遵守我的命令，就会得到活命。着找求智慧，找求聪明，唔通袂入地。嘛唔通放下我所讲的话。唔通去杀智慧，伊会保护你。着意爱智慧，伊会照顾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着付出你一切所有的来兑换聪明。你尊重智慧，伊会高举你。你疼惜伊，伊会互你尊荣。智慧会用花冠伫你的头壳，将灵光的王冠赐予你。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你就会当回受。你有指示你智慧的路，引带你行正直的道路。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你走嘛袂拄着跋倒。着去守教示，唔通放松。着谨慎固守，因为智慧是你的活命。一时，咱都来恭敬上帝话，记载着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第6节、15节、17节，用现代汉字本来读，唔通互人用空洞的话，甲啉袂去。上帝生气会为着这个代志啉到迄个白病的人，所以恁的行为着谨慎，唔通做无智慧的人，着做聪明的人。善用机会，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所以唔通做糊涂的人，着明白上帝是主的，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这是咱请教会的诗班来学老，因要学老的诗歌是愿我听你。
感谢诗班真好的歌声来荣耀上帝。本周是大众传播奉献主日，这时咱请到陈南洲牧师来与咱讲道。正道的题目是做一个谨慎智慧的基督徒。各位姊妹兄弟平安。今仔日是总会所设定大众传播中心的主日，我受托代表大众传播中心，咱请安甲地下，多谢咱教会甲林牧师的接纳。上时阵，我也要代表大众传播中心，甲咱众姊妹兄弟说多谢。伫咱过去的日子，为着这个中心的事工来代祷甲奉献。我讲道煞有一个短短影片，互咱更加了解大众传播中心即马咧做甚物。请咱继续为着因来祈祷，来奉献。既然是大众传播中心的主日，所以我想讲，今仔日早起就用这方面的信息来甲咱来思想圣经上帝话。伫咱人类的历史的这个过程的中间，传播还是讲人甲人的沟通方式，一直实咧改变。1960年代，咱台湾电话也阁无真普遍，甚至到1970年代的早期嘛是安尼。我1972年新人医毕业。受派伫玉山新人院，常常爱入去原住民的部落。伫原住民的部落，就会有发现一样代志，就是船长，是部落内底的领袖，因兜有电话，总是规船规个部落拢无电话。即马若有电话入来，伊会用风送机风送，无人请你来船长因兜，来头目因兜听电话。甚至玉山新人院做一个总会的机构，就要到1975年才当装一支电话。迄个时阵，一支电话要10几万，咱真正无法能想象。总是对1990年开始，手机真普遍。到今仔日，毋是讲逐个人有手机甚至有一个人有3、4支手机特别是少年人。我坐火车出外，会发现讲，那边的少年人常常是两支手机3支手机一支手机是伊咧看影片，一支手机是伊要参人讲话。这是一个传播甲沟通方式的改变。即摆人愈来愈无人咧写批是讲咱无写伫纸咧，咱无用纸写批，咱写 email， 有代志，咱写伫面册当然咱即摆拢讲 Facebook， 无就写伫 Line。Twitter、IG 等等，咱拢用这个所谓的社群平台来咧沟通。咱过去通过收音机、报纸、电视来咧接受新消息。即摆少年辈真少人咧看电视，拢是通过手机网络。即摆有啥物网红，有啥物直播主。YouTuber，
因为因家己的媒体，即马毋是干那大众传播尔，即马嘛有小众传播。啊，即马无一定要有公司机构才当播送消息，个人你做直播主，哦，啊有的人会当吸引10万人，甚至几百人。啊，有人听伊的消息，听伊的新闻，听伊的讲话，啊，然后会岛内吼。我逐身吼看这字吼，讲什么岛内，啊岛内是什么意思？吼，啊看这个字，逐身想讲啊，这就是英文的 donate 嘛，吼，就是伫咱教会来讲，就是奉献嘛，吼。啊，就是讲，你感觉这个人伊的节目趣味，啊，你欢喜吼，啊，捐钱互伊。所以即马捐钱，毋是干那捐互教会，啊是寺庙尔，吼。啊，这当然，手机啊，甲网络，互咱有真侪方便。这我想我毋免讲，吼。总是嘛，因为手机啊、网络，互咱进入另外一个非常真特别的世界，啊是讲时代，就是资讯、信息泛滥、吼爆炸的时代，吼，而且这个信息是真还是假，咱真学得分辨，哦，那个特别即马有即个拄正开始咧发展的即个 AI， 哦，人咧讲很夯的啦，哦，很夯的，愈来愈复杂，啊你毋知影到底你看到的是啥物？较早咱讲眼见为凭，即摆眼见也不能够凭啊，是毋是安尼？哦，就是讲咱的社会，因为这资讯的这个方式传播、沟通的方式，愈来愈无法度，互咱通伫这个时代内底通去分辨，什么是真的啊，什么是假？到底这是广告？到底这是生理？到底这是表演？还是这真正是智慧？咱分袂出来，哦，真学得分出来。其实网络手机啊，真正人咧想讲，啊，这都属于机械、属于机械一种安尼，不过加增加一种使用的工具尔。总是其实毋是。手机啊，网络，毋是干那器械，毋是干那机器，哦，毋是干那机器尔，哦，就是讲这毋是干那电脑，这毋是干那手机啊尔。这个器械，这个机器，这个工具，伊会改变咱的观念，改变咱的制度。所以有这个手机啊，有这个网络了后，咱有真个制度开始改变。像即摆上课。无一定爱去到学校，哦，就是安那线上上课，开会，无一定爱开会，一定爱去到台北，去到倒位，哦，我过去啊2、3学期，啊有伫台南新人院上课，我毋捌去台南新人院，哦，毋捌去台南新人院，就是伫我的厝，啊每礼拜三下哦。用 Google Meet 啊，就上课上2点钟、3点钟，哦，最近嘛是相款啊，为着现代台语译本的推广，啊有一寡代志爱讲，时间真歹巧，对台南去到台北，对花莲去到倒位，时间真歹巧，总是你当处理，啊咱开会，这改变制度，一个手机啊、网络的这个属于。器械方面的会改变制度，毋是改变制度尔，其实这后壁伊原咧传达一种的价值，这有一种价值观。啊，咱有时敢若注意到这个器械方面，啊，加减有时讲啊，有制度啦，上课毋免去学校啦，上班毋免去公司啦，总是这是制度。总是问题是后壁稳重一个，有时咱无去注意到，
的这个价值观。这种手机、网络、直播等等这款网红这，最近对咱台湾社会上大的冲击，发生就是有2个网红去柬埔寨，对不对？我相信咱真侪人也阁知影，哦，假设讲爱去迄款安尼较风暴的所在，去互人抢劫，啊，安怎，后来去柬埔寨的政府发现讲这根本是假，伊甲咱台湾的社会，甲全世界的社会所讲的消息拢是假，啊，即马互人掠去，啊，即马关伫即个柬埔寨，哦，自导自演，总是你看的时你拢毋知影这是事实还是假。所以咱活伫一个即种资讯、信息泛滥、复杂，真好伫判断是真实还是虚假的即个时代内底。2023年3月，咱台湾政府的教育部有发表一份白皮书，哦，叫做数位时代哦媒体素养的教育的白皮书，哦，数位时代媒体素养教育白皮书。伫这中间，伊咧讲，根据就是台湾事实查核基金会专门咧讲，哎，到底是真的还是假？事实的查核，这个基金会，伊讲伫2022年，哦，就是讲这个假信息因去调查，发现讲74.5%的民众伫过去1年中间，拢有收到假的信息。啊，这我家己有亲身体会。哦，我有一摆参朋友做伙，我的朋友赛车，我对玉山新人伊要花莲，我电话响，我举起来，伊是讲叫爸爸啦，讲我去互人绑架，哦，我爱纳偌济钱，啊，我第一个，他们讲第一个感受，随时叫我查某囝的名，哦，随时叫我查某囝的名，我后来发现讲，伊伫中福。哦，我叫人掠去爱钱，啊，我逐声叫伊冷静，后来我就想讲，这毋对，哦，我关掉，啊，我是敲电话互我的查某囝，我隔壁同工甲我问讲，啊，你太知影这是假？我第一个反应毋知影是假，我叫我查某囝的名，啊，其实对方随时知影我的查某囝的名是啥物，啊，你若毋知影，你阁继续讲话落去。啊！你着陷入伊的圈套。政府即个教育部所发表的即个白皮书，咧讲74.5%的人有收过即种假信息。哦，总是真遗憾，就是安那43%的人感觉这参我无啥物关系。哦，当然94%的人。感觉讲政府应该爱通过教育，还是讲宣导来加强咱台湾民众对这种假信息的判断的能力，特别是青少年，哦，特别是青少年。这有一个杂志叫做《亲子天下》，哦，《亲子天下》的杂志，这是2019年的针对中学生的调查。差不多是2/3的中学生，因接受调查的时有表示讲，过去3个月，哦，因拢有接到感觉可疑的信息，总是一半的人感觉讲啊，这参我无关系啦，哦，啊1/4的人会怀疑讲这个真实性，总是伊嘛无搁继续落去甲伊探查，所以根据这个教育。白皮书参这亲子天下的杂志，你讲咱台湾的民众也是青少年，儿童欠缺辨识假信息的这种素养，啊，这是通讲，互咱的社会通烦恼的一个这个跨路。啊，这个教育部的白皮书内底，嘛咧讲到这个短影音，
这短影音即摆上出名，大概就是 TikTok 吼、这真侪人感觉，其实有即个资讯安全的危险。坦白讲，我若接到 TikTok， 我欠看都无看，我一定拢随时删除，我无要播放。这短影音的这个平台，伊这是根据一种演算法，演算法。其实电脑真侪就是数学啦。真侪是数学，咱中间也有这方面的专才人，大概知影。伊用迄根据这演算法提供青少年，伊感觉因有趣味的，总是这物件欠过知识的内容，纯粹是娱乐啦，有趣啦，有趣味啦，总是其实无拄拄有帮助。这对青少年来讲，有时会产生无好的这种学习的这种效应，这中间有存在着虚假的信息，甚至是咱咧讲新三色等等这问题，万幸的言论，这对青少年的这款知识的认知，实是拢总无好。我咧讲这演算法，我举一个例来讲，你伫网络你咧找什么货？伊这有一个叫做 cookie， 伊拢会甲你收集。上趣味的是，因为我有时会找册，我会找册。这种找册的时呢，伊即摆就会出现一寡我咧找的册相关的物件，即款的广告，逐摆我若咧用手机啊时，伊就走出来，直直走出来。上趣味的是，伊走出来咧广告的册是我写的册，我无需要买我写的册。不，伊毋知影，伊就是安尼走出来。你咧注意什么？网络世界拢咧甲你注意，针对你的趣味，针对你咧关心的物件，咧甲你推销，咧甲你讲什么？你无意识的中间受影响。即款咱常常咧看即种短影音。这短影音，互你感觉趣味啊、快感啊，真紧，互青少年陷入伫迄个中间，你家己无真意识到，继续伫咧看，受伊影响。有人讲伫网络的世界，你是一尾灵，总是伫真实的世界，你那像是一只虫。网络世界当中，你是一条龙，你会当伫遐参人安怎？所以真实的世界，伫迄个虚拟的世界内底，你活跳跳，当真实的世界里，那一尾虫咧，无法度通做甚物。这个，互真侪人，其实毋是干青少年，迷失伫网络的中间，甚至上瘾，咱思想渐渐安尼讲。慢去，无法度能做较精确的判断。这对青少年的这个中大其实当中有妨害。这是通讲真互人通烦恼的当然这是一个资讯泛滥爆炸的时代。对咱基督徒来讲，对咱基督徒来讲，咱要安怎来面对这种的代志？咱的教会，咱做一个基督徒，要安怎来面对这种的资讯的泛滥，还是讲虚假，互咱无法度人来辨识的这种情景？当然，咱会当借着手机来读圣经啊，手机影响咱的生活是真侪方面的。问题是咱要安怎使用？开始有这个手机传真侪假的消息的时阵，即摆这个天主教的教宗圣方济各，伊讲这毋是什么新的时代啦，毋是什么新的代志啦，创世纪就有啊啦，创世纪就第一摆出现这种 fake news 假的消息。创世纪有啥物假的消息？有迄尾蛇，迄尾蛇甲夏娃讲，
讲你食即张树啊的果子，你无一定会死。第一个 fake news， 第一个假信息。哦，咱今仔日有读即个以弗所书，是个我因为遐个即 PowerPoint 我看无啥有吼，好，大概是安尼吼。咱今仔日读以弗所书第5章，其实第5章、第6章是以弗所书内底咧讲到基督徒的生活的即个部分。啊，第5章一开始就用学习基督、学基督，还是讲效法基督来做基督徒生活的总纲。啊，这要安怎学习基督？当以弗所书第5章讲真济，啊，不过今仔日我只有讲2位吼。第一个就是第5章的第6节所讲的，毋通互人用空洞的话甲恁迷去，不要让任何人用空口白话欺骗你们。为着要互咱家己，无互人用这种空洞的话甲咱欺骗。以弗所书的读者伫第5章第7节，伊劝勉信徒毋通甲即个世界的人安尼，特别是迄悖逆的人，有啥物交叉？啊，其实咱活伫即个世界内底，咱无可能无甲非基督徒来往。所以以弗所书的读者所讲的，其实是咧讲咱毋通甲人同流合污啦，啊，即个毋通互人用空洞话甲恁迷去。伫第16节、第17节的所在，第16节、第17节的所在，伊用2种方法，就是讲要跟不要，要跟不要，用2种方式来表达。基督徒不要，毋通安怎，毋通做无知糊涂的人。啊，基督徒爱安怎？爱谨慎，爱有智慧，爱明白上帝的心意。其实这个不要参要，其实是一个整体的2面的讲法。其实伊要讲的就是咱做基督徒，咱都爱谨慎，咱都爱有智慧。无知的方面的反面就是智慧嘛，糊涂的反面就是谨慎嘛。所以，伫一个知识复杂、泛滥的这个真假信息真歹区分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内底，通讲是安尼，失去特殊的这个网络的世界的中间，咱要安怎有谨慎？咱要安怎有智慧？啊，咱根据头前所讲，教育部的白皮书所咧甲咱讲的，我想我分3点来讲。第一项就是咱爱学习，咱爱学习来查验，咱爱分别分别真相，分别什么是上帝心意。啊，其实这伫约翰一书内底，就真早就甲咱提醒。约翰一书的读者就甲咱讲，你唔通所有神拢总相信，不要相信所有的灵，你要分辨主灵。啊，咱今仔日唔是干那要分辨主灵尔，咱今仔日应该爱分辨什么信息是真的，什么事是假的。咱就爱去查验。当然这种查验的方法有真济啦。咱台湾有什么台湾查核，这个事实查核中心。我相信咱大家拢有这种经验。咱咧接到 Line 接到什么信息，无偌久，咱的朋友有人讲是个这假所以请删除请卖迄个。咱有时嘛呢，感觉接到一个信息，趣味，咱就转传，结果发现讲那根本就是假。食什么物件会有好处啦，什么款信息你唔通点开啦。其实后来你发现讲，迄拢总是假。所以就是你爱学习查验，你爱学习查验。这个要安怎查验？逐摆讲去查验，当嘛是真麻烦。其实咱会当对2项
来知影，即个台湾的新闻记者协会哦，有一个新闻记者重视这新闻记者这种工作的人，因为因的伦理。啊，这伦理是啥物？新闻工作者无应该伫新闻的中间传播对种族、宗教、性别、性取向、身心障碍者、弱势者的这种歧视。就是讲，你接到的信息内底，那假使是有对种族、宗教、性别、弱势者歧视的这信息，你绝对是虚假，因为新闻记者就是今仔日的这种直播主网红，咱的政府也无规定什么款的伦理规范，总是咱会当用这个来咧判断。啊，这毋是干咱台湾的尔，哦，这亚洲的媒体基金会，伊嘛有相关有这种伦理的教导。伊讲，啊，咱爱真注意这样代志，单一故事内底的正确性，并袂当代表全部的真相。咱看到这样代志，这是真的，总是咁隆重安尼？毋是，哦，单一的故事可能伫事实上是正确的，总是伊有缘有可能来误导人对真相的了解。就像说的这句更加真实，照片、图像可以扭曲真相。哦，一百无代表性的画面，有可能比一个故事讲更加大的白贼，甚至是偏见。换一句话来讲，咱所收到的这个信息，若是对种族、宗教、性别等等这个有歧视，大概无可能是真实的，哦，毋是上帝的心意，哦。过来，伫这种资讯的泛滥的这个时代内底，咱就要非常注意这个信息的来源，哦。你这个网络，你要点进前，你注意这个网络什么？啊，咱无形中，如果无注意，啊，就叫人骗去。啊，我讲家己的一个经验。我伫厝里会煮菜，哦，鼎吼，人讲什么平，这不粘锅，对不对？哦，啊，咱就买不粘锅，这种不粘锅吼。都有化学的物件伫内底，所以我使用上袂放心啦。所以我会去找啊，咱台湾传统的这种中华阿嬷的铁鼎有无？这款铁鼎。我有一日发现讲，伫我咧找这个网络内底，有中华阿嬷的迄款铁鼎，佮俗俗的700几块尔呢，我无注意，迄叫做夜市的广告，夜市的广告。迄日太太无伫厝里，我想700几块尔，我就甲点落，就甲付钱的。一礼拜无收到，2礼拜无收到，我就感觉怪怪吼。3礼拜有来啊啦，有来啊，不过伊是中华的阿嬷的铁鼎。种行的所在是新竹行的，我就搁甲注意看，哇，迄马告的包装拢干铁字啦，干铁字什么意思？迄毋是台湾做的啦，迄毋是台湾做的，我想我就买来，为着700块，搁摕，搁什么麻烦？我嘛照伊的方法啦，用猪油啦，就去抹鼎啦，安怎用啦，什么话吼？大概2个月、3个月了，就开始生鲜啦。那我了700块，学习到一个教训。这咱伫生活中间，咱会去拄着。咱唔知影因是毋是这种悖逆、违背上帝心意的人。不然即马知影，迄种夜市的广告，咱拢唔通相信。这种夜市的广告唔通相信。
是的，我即马无啥看到即马即个 PowerPoint 哈。好来哈，所以咱爱真谨慎吼，咱爱真谨慎。啊，这谨慎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谨慎的意思是咱唔通随便转贴、转传哦，因为这有一寡不实的消息，有一寡恶意的信息，啊，咱若无注意，啊，咱就传出去啊吼。咱安尼点，咱安尼传，咱安尼分享，哦，就是无下以弗所书第5章第7章所讲的，讲谨慎，无够谨慎，哦，无甲遐个歹的人交叉，哦，啊，咱特别咧注意这，咧看这短影音的时阵哦，啊，古早人咧讲的讲三思而后行哦，咱拢袂记进去啊。你要转传进前。啊！你要回应进前，啊！你三思而后行。咱常常伫答应内底，咱会看到啊，收回，是安怎收回？啊！你讲毋对话啦，讲毋小紧回应哦。啊，这当然是一个真大问题。这是即摆使用手机的人有种叫做错失恐慌症哦，足惊无得到，袂记去收到。忽略什么信息安尼啦吼，总是够遐尼重要哦。我有时讲笑讲啊来咧做礼拜吼，啊应该是听上帝话啦。啊总是有人手机嘛是开啦吼。是的，咱中间有人手机开，我毋是特别要讲咱啦。就是讲你做礼拜，理论上你应该是专心要听上帝话，总是你咧等。你咧注意别人有甲你讲什么话无？啊，这对你来讲其实无什么帮助。20分钟、30分钟，敢真正有啦？有时真要紧的代志发生，嘛是有可能哦，是毋是？秀个车衫地动，我想咱既然嘛是真厉害，我住伫花莲，我拄对伫洗手间，啊，总毋知要安怎，我规哇都无法度出来啊，无法度人啥物。哦，当然后来出来时，发现讲啊，册架啊啦，啥物倒落去啦吼，而且真正想第一个时间，我来问讲，太太赛车要去新南园教车，所以我忍掉咧，我无写，我想伊即摆来赛车，啊，我甲敲电话伊响，啊，电脑会影响伊。所以有诶时阵可能忍一下，哦，忍一下，咱无需要遐尼紧，哦，当然后来才知影讲伊驶到路面一步，发现讲车链啊都是安那，他伊怎几只车咧现，伊想伊链啊歹去，哦，想链啊歹，所以怎停落来路边看，哦，啊停落来路边诶时，发现讲四个链啊都拢 OK 啊，哦，啊想怎要搁驶，时就发现讲。毋是车的问题啦，是涂骹咧摇啦，哦，是涂骹咧摇。后来三思而后行，咱爱谨慎，哦，咱莫真紧的，都要去连接哦，咱这个红色吼。当然咱爱注意，咱嘛毋通以偏概全，就是你接收到的新闻，哦，你爱你要冷静落来，哦，你要冷静落来想。第三方面，这有人算第2方面的吼。第三方面呢，就是咱都要使用科技，毋通互科技变做咱的主人，互咱被科技奴役，吼，受到科技来甲咱掌握，怎变做科技的奴隶。啊，即摆人潮就是安尼变做手机啊的奴隶，哦，我伫台北车头定有即种情形哦。我想讲，我若无爱闪头前迄个人，一定会甲我撞着，哦，伊就直直看咧，哦，啊，我为着无爱迄个撞着，所以我家己闪，哦，啊，我若想讲，我若怎徛掉咧，一定甲我整落去安尼，哦，啊，这问题是安尼，咱的主耶稣基督甲咱讲。安好咧是为着人设的，人毋是为着安好咧设的。
相款的道理，上帝将科技赏赐予咱，总是毋是将咱赏赐予科技，咱都要使用科技，毋是互科技，互这手机啊、网络来甲咱奴隶，来甲咱掌握。哦，所以咱嘛定咧讲，咱都要使用金钱，毋通互咱诚侪金钱的奴才。咱会当使用这网络、手机啊、现代的科技，互咱来好读圣经。这是真普遍。咱即马随时会当读圣经呢。哦，这手机啊内底圣经的网络版本有够济呢。哦，两礼拜前我去圣经公会，我咧讨论，即马上普遍的一个手机的网络叫做 YouVersion， 毋知咱有无？哦，有。即马 YouVersion 嘛会当看咱台语圣经啦。哦，所以咱台语圣经有一寡咱家己创造的字，这 YouVersion 哦，台语汉语走袂出来。哦，即个白话字无问题。啊，这 YouVersion 内底，咱家己咱教会家己创造的即个台语汉语走袂出来，啊变做空白，啊是安三个乌乌。啊，阮去咧讨论讲，要安怎通过台湾圣经公会甲 YouVersion 来讲，哦，啊这 Unicode 会当改变的，哦，当然这有一寡困难。啊，就是讲，即马真侪人是通过手机来咧读圣经，毋免去炸一本重重的，一本圣经，哦，伫厝内可能纸本的圣经，咱读了较惯势，哦，总是网络手机啊。这毋是无意义，有哦。通过这咱读册，即马电子书真济啊。哦，我即马出版一本册，出版社一定来先怎甲你讲，电子书的版权爱互。啊，人若点阅电子书，哦，一摆偌济钱，啊，他们讲是超1角啊2角尔啦。无问题，咱毋是为着这个钱来咧，总是。咱会当发现，这个对咱来讲是有帮助的。总是咱毋通诚做伊的奴隶，哦，使用手机啊，总是无互手机啊，甲咱控制，哦，这拄亲像这教育部白皮书内底咧讲的，哦，咱会当通过手机来学习新的知识，总是无必要手机啊，这个假信息啊，还是讲错误信息来甲咱影响，所以咱都要警觉，咱毋通陷入伫即个即网络的陷阱。即摆韩国已经正式将即个上网这一直，这叫你讲上瘾，当作一种病，当作病。咱台湾也无，不过韩国已经。将这当作一种精神心理上的病，哦，上瘾怎变做一种病？哦，啊，咱嘛要注意讲，伫咱咧看的这信息中间，有这植入性的行销，啊，咱是毋是变做这植入行销的对象？哦，啊，咱都要真注意，哦，人性有这个软弱的一部分。咱咧使用手机啊，时有时，咱是毋是应该爱安尼，就要安静落来想看卖咧？哦，咱安怎咧使用手机啊？咱对手机啊所得到的资讯，对咱敢真正遐尼重要？咱用偌济时间咧看手机啊的信息？哦，咧教育部白皮书内底就讲着咧，足济是无利益的啦，吼。上计是有趣味安尼尔啦，有娱乐性，毋是咱生活必须的。啊，咱嘛都爱来想讲，这贴文，哦，咱一定爱转传吗？咱敢有一定爱？咱咧打的，咱咧转传的这个，敢有亲像咱的圣经所咧讲凭爱心和公义说诚实话，敢有？哦，啊，咱敢有想着讲，咱所做代志。毋通伤害人，即种的教导，哦，咱敢有注意着讲，咱咧贴上去的转传的，
敢有符合咱基督徒所咧讲的？对上帝是敬虔，对别人是公平正直，对家己是有一种节制。咱敢有想这？哦，伫这种知识泛滥的假信息来真济的时阵，咱应该倒转来以弗所书第5章一开始，咱都要学基督。到底咱是互耶稣基督的教示来形塑、形塑，来塑造咱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是讲咱啊亲像去互手机啊、电脑，这无正确、无真实、扭曲的信息来咧塑造咱的人生观、咱的价值观？这咱都要想。咱是互耶稣基督的教导来塑造咱的生命，还是互手机啊、这团的这物件来咧塑造咱的生命？这天主教的这个传播学者，伊咧讲，伊讲资讯就是形塑，伊塑造咱的选择，塑造咱的人格，这个原则适合伫教育、政治等各方面，所以咱就爱想，什么人若去控制着这个传播网络，是毋是到某一个程度，咱就去互人控制去？咱爱想讲，咧控制这网络，这人到底是什么款的人？咱知影伫中国，即马有真济社群平台袂当使用，迄时啊，中国政府咧控制，中国政府因有控制。咱家己有是毋知影，其实咱所接受到的信息是经过人选择，互咱的。咱生活伫这种资讯泛滥、爆炸的时代内底，咱都要真注意，咱都要注意。伫这社群平台传播无确实的这种信息，这扭曲的信息，是毋是已经咧误导咱的生活、咱的思想、咱的人格、咱的人际关系、咱的社会生活，到底是受到什么款的信息咧甲咱形塑？我想咱读以弗所书真清楚，真清楚。咱应该要看重的是什么？咱应该要看重的是圣经中间的真理，是上帝的话。所以咱要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做一个谨慎、有智慧，会当明白上帝心意的基督徒。咱同心来祈祷。智慧的源头，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活伫一个阮差不多无多通完全了解、掌握的时代甲社会内底，特别是通过网络的济的信息，阮无多通区别。求你怜悯阮，帮助阮，互阮对你领受智慧，互阮使用科技。总是无真侪科技的努力，互阮咧使用这科技，特别是手机啊、网络的时阵，互阮有对你来的智慧，也心存谨慎，互阮通做一个上帝你所欢喜的囝儿。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虽然时间像有较过去一丝丝啦吼，我即摆咱来放这个大众传播中心所准备的这个真谛的影片，真谛影片。这个影片改成是伫台北济阳街教会边仔翕的吼。可能咱嘛捌地牧师啦吼，伊捌来咱中间讲道。喂，地牧师平安。平安。我是传播基金会的同工，
想要邀请牧师协助，为着传播中心同献主日请安讲道。传播基金会哦，按着前迄个新安广电视台，哈，讲到恁哦，我就是好，我对恁的单位哦，已经足感冒啦。牧师，请听我说明。自阮接手以来，阮即个重新调整传播基金会，转型做网络的福音平台，利用网络媒体资源，提供多元的收看方式甲内容。目前的节目有听爱行动，来介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特色宣教事工，佮有透过无同乐器演奏，甲无同舞演演唱。介绍信息的信息传送甲兴趣摇拿。除此以外，阮嘛连结地方教会灵修影片，譬如讲叫爱教会的每日新眼光底片，相连教会的每日亮光，提供正教会甲会友有搁较侪传福音的选择。阮真缓慢，毋过阮真拍拼，为着传扬正确的信仰价值，发展上好的福音平台。希望有搁较侪的牧者会当协助传播基金会，甲阮做伙拍拼，互基金会会当坚持落去。好啦，无我想办法啦，找我有时间无啦，我主动甲恁联络啦。好，平安啦。上帝话传道书第3章第1节。天下万邦拢有伊的期，万行事拢有伊的时。11节，上帝造万物，各照伊的时，正做美妙。各将永远的观念下伫人的心，总是上帝对头到尾所做成的，人袂会测度伊。平安，我是陈显仁牧师，我欢喜为着传播基金会纪念主日受派，请主任你安排，我欢喜为着恁去募款努力。虽然过去对新眼光电视台咱有失望，总是通过因改造了，咱会通看见。真努力，1亿3000万伫遐慢慢咧形成，总是咱看见因今日会做因所做遮的优质影音的遮的节目，因继续努力咧传道理，咱更加伫背后加做因的快乐甲帮赞，通过大道奉献。互咱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传播基金会会通做更较好的工行。这时咱来向回应的诗，圣诗561首，赐咱智慧甲勇气，请起立，咱来吟全首。
咱幼儿徛伫，咱用书读圣经来开始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受马利亚出世，伫本中领导人来受苦，顶世界死埋葬落母，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就上天，打坐着全能的爸上帝大名，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不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真济，一时咱来奉献，咱请李恩兴甲李恩金执事。上帝，阮感谢你，你是万有的主，也是赐阮满满恩典甲智慧的主。求你继续赐予阮智慧，互阮会当分别这纷乱世界的假消息，嘛会当互阮单单掠着你的话，甲你的国度。当阮欢喜将你所赐予互阮的，阮摕出淡薄来做教会内容。求你感纳，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时咱来读本周的金句。咱来看吼，咱做伙来读。来，所以毋通做糊涂的人，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搁来读一遍吼。所以毋通做糊涂的人，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以后说第5章第7节。好，咱来看今日报告吼。今日真感谢大众传播奉献主日邀请到陈兰洲牧师来敬道啊，来到各位，好啊。啊来，咱有介绍新的朋友吼，迄个何若雨姐妹啊，才给咱泡泡加欢迎吼。啊，伊是咱住伫宜兰吼，宜兰，咱真欢迎伊吼。啊，毋知有其他礼拜来的朋友哦。
无咱来看报告吼。咱的牧师今日受派去双园教会啦，吼，一样从事这个传播事工的关心跟带导。礼拜后主日学会召开教员会请老师来预备心。那第二点就是我们下个礼拜是合堂，所以下个礼拜的聚会是9点半，是9点半。结束后马上有3间的建筑事务所要来做简报那期间不开放提问会后会发那个问卷那各位填好问卷之后，会提供给建堂委员会来作为参考那第3点本会前长老林宏德、林尊、林昌成弟兄于18日蒙主恩召愿主的灵魂亲自扶持他遗嘱。那第4点，申报所得税属下的奉献证明已经放在11奉献袋里面请兄姐来自取。第5点，社青有办社青营详细情形有在上面还有周报如果要报名，向吴承安执事来报名。好，那我们教会有一个受洗的弟兄嘛曾子欣，他有来吗？有因为上次在教会有受洗那要颁发洗礼证书因为教会牧师前往别的教会来证道，那我就代表牧师来发这个洗礼的证书。好。好，肢体消息肢体消息1、2、3、57点自行来规划第4点那个南洋区的妇女联谊会有哩迄个吴杰乡的施青娥基金会的立折减的活动立折减活动中心有办母亲节的幸福园游会幸福园游会因为可以购买园游券可以向办公室来订购是在5月11日上午10点来举行另外就是松联部有在办灵修1日游的活动，那如果要洽询或报名，向我们会长李淑慧姐妹来报名以上另外上周出席的奉献报告请来过目如果唔对，向干事甲会计来提出见证你曙红表顶台有安排的单工请准备心。牧师敢有要补充报告无好，咱即马来进行迄个祝福的讲道咱安静咱的心，咱来祈祷。我们要为全球的气候变迁，为哈马斯恐攻以色列，为乌俄战争，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此时战争之际，我们要为心灵得医治与和平的恢复来祷告。愿怜悯能够战胜仇恨，也愿所有的因战争而深陷苦难的人得以释放。愿上帝赐下力量、安慰和对未来有更光明和和睦的盼望。主耶稣，我们祈求所有的战争能快快的结束，尤其是在这一片你称为家的土地上，你是我们的救主，是教导我们真正和平含义的主。求你引导我们，使我们有能力在生活中实践和平。也为403花莲的大地震，无论灾后的重建及心灵的抚慰，我们要为所有痛失亲人的家庭来祷告，祈求他们能坚强，成为屹立不摇的灯塔，用恩慈承受所有的挑战和苦难，赐给他们在逆境中能够前进的勇敢。我们也为教会社教70周年来献堂的意向，求圣灵的光照，有启发和引导，
为教会的建筑的遴选，有上帝亲自的差派与选召。我们也为教会廖贤哲、林家珍、王永新、赖韵如因疾病需要代祷，还有吴静平姐妹、林昌成弟兄安息主怀来祷告。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恶，并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向你来祈求。我们的力量日渐衰弱，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在我们的肉体上有病痛，在我们的灵里有焦虑和不安。若是可行，让我们恢复健康。我们不求释放的奇迹。若在自然的规律中，我们的痛苦必须继续，帮助我们能够接受而不抗拒它。若我们必须被引导走向死荫的幽谷，帮助我们不害怕，让我们有勇敢地走进你的临在当中。在你美好的扶持中，一切都是美好。在你的手中，我们交托我们的身体与灵魂，按你的旨意而行。亲爱的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凡是与你的话语和旨意不一样的地方，求你重新调整我们的生命次序，好让我们预备好自己，能够胜任一切的服事。主啊，请你再次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透过我们来触及他人的生命，去扶持跌倒和受欺压的人，带领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经历神救恩的大能。更要确知耶稣胜过苦难，我们也能得胜，并活在他完全平安和同在里。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来因祝福的诗歌，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吟诗线请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引带，甲众人三甲地体，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的。
愿你平安。今天的聚会到这里。